真正中意飲酒嘅人飲到最後，往往唔係追求名氣，而係追求一份職人嘅靈魂。而近年嘅自然酒世界入邊，最令人魂牽夢繞，甚至乎一支難求嘅，一定係日本人釀造嘅 Domaine de Mija。網上面講到咁勁，炒到幾咁貴，大家可能聽得多。今日 Why So Funny 同你拋開所有市場上嘅盲目炒作，我會用我自己開瓶嘅親身感受，親身評測4款 Mija 嘅傳奇酒款，由背景、釀造哲學到最真實嘅杯中風味，深度拆解一下莊主鏡健二郎點樣用一個工程師嘅執着喺法國築起呢一個鏡子世界。呢一個就係藍天白雲嘅故事。講到呢一間酒莊，主角鏡健二郎嘅故事本身就係一個傳奇。佢本來係日本 Hitachi 嘅工程師，因為太中意葡萄酒，30幾歲人決定放棄高薪厚職，同太太借身走去法國學釀酒。佢讀書嗰陣實習嘅地方係 Burgundy 最頂級嘅名莊，之後佢去咗龍河區，跟住北龍河嘅北斗星大師學手藝，而最後一站佢嚟到法國嘅朱霞，入咗自然酒界教父級大師嘅門下。有咗呢3位當代巨匠嘅加持，佢呢一份嘅履歷簡直係為咗日後成為神級酒莊而鋪路。2011年，佢終於喺朱霞南部買咗大約3至4公頃嘅葡萄園，正式創立咗 Domaine de Mija。Mija 喺法文解作鏡子，正正呼應佢嘅姓氏鏡。佢嘅釀酒理念好純粹，酒就好似一塊無瑕嘅鏡，完完整整反映出嗰個年份嗰片土地最真實嘅靈魂。為咗實踐呢個理念，鏡健二郎喺田間追求極致唔干預，無為而治。佢唔使用任何化學藥劑，喺釀造嘅過程中唔添加硫磺，佢甚至乎唔進行淋皮壓榨，完全依靠時間同葡萄自身嘅活力，將風土毫無雜質咁樣呈現出嚟。喺香港嘅葡萄酒界，大家通常叫呢一個莊做藍天白雲，因為佢所有嘅酒標都係手繪嘅藍天白雲。咁我 Why So Funny 嘅 Jerry 想同你逐一分享下呢4款天價嘅酒款，飲落肚究竟係咩一回事？呢一款 Mun Rhythm Sun Rhythm 2016係 100% 嘅 Chardonnay， 呢一款係藍天白雲最稀有嘅酒款之一，酒色帶有自然酒常見嘅 hazy。我記得一落杯嘅時候，嗰份芝麻香同煙燻香氣已經非常吸引，完全媲美頂級 Burgundy 白酒香氣嘅表現。如果你將個鼻靠近少少，會聞到好似蘋果表面嗰種蠟質感，帶住清新嘅檸檬皮、柚子、金銀花、白菊花，仲帶有少少蜜糖同埋薑味添。最正係佢冇一般朱芽區好重嘅 reductive 氣息，聞落非常乾淨，輕輕搖杯又會多咗啲海風嘅鹹香，入口層次豐富得嚟，表達非常簡潔直率。呢一個豐富度唔係嚟自 Burgundy 嗰種土壤深層嘅複雜性，而係純粹嚟自水果本身，檸檬、白桃、蘋果加啲海鹽，冇頂級 Burgundy 前中段咁圓潤，但係保留咗留喺口中嘅深度，帶有非常宜人活潑嘅酸，五味雜陳，平衡到難以用言語嚟形容。第二支我飲過嘅藍天白雲係呢一間酒莊第一個嘅年份嘅傳奇，2011年嘅 Chardonnay， 個名長到我都唔識讀，你哋喺條片度自己睇啦。比起啱啱頭先嗰款，呢一支香氣呈現白胡椒、芝麻香，多咗啲氧化風格，佢嘅酒體集中度、濃縮感同水果成熟度都更高，混合咗瓜類同熱帶水果嘅氣息。佢嘅自然酒怪味唔重，反而更接近 Burgundy Pouligny Montrachet 嘅風格，但係你完全感受唔到桶感，嗰份好靈巧嘅酸度、水果嘅集中、入口嘅擴張，真係令人愛不釋手。不過第三支飲過嘅係 I Need the Sun 2018，都係 100% Chardonnay， 酒如其名，用 Orange Wine 嚟演繹可謂係天作之合，有橙花、金骨、桂花蜜，成支酒充滿住海洋氣息，餘韻強而有力，令人感受到太陽嗰份溫暖。不過老實講，就算我幾中意鏡健二郎，橙酒始終有佢高度嘅限制。問心，我自己就覺得好難衝破心理關口，用過萬蚊港紙去試一支橙酒。如果相同價位，我會選擇飲其他莊。所以我覺得太陽只需要曬一次就夠。而最後一支係我4款入邊，我認為覺得最精彩、最出色嘅一款。係 100% 嘅 Savagnin 2017。 Savagnin 呢種葡萄大家平時少飲，最多飲到朱霞黃酒區嗰隻 Sherry-like 風格，但我從來未見過 Savagnin 嘅高度，竟然可以媲美頂級 Burgundy 嘅 Chardonnay。當你一邊飲一邊諗住呢一支酒係由一個日本人中途出家喺次一等嘅朱霞地區用唔夠10幾年嘅時間釀出嚟，你口中感受到嗰份經驗喺腦海入邊同佢背景掛鈎，簡直有10萬個唔可能。呢一支酒落杯似足黃酒，最初感覺有啲 flat， 氧化感強，帶住果仁、蜂蠟、blue cheese 嘅鹹香，但隨住時間推演，慢慢變得非常之乾淨無瑕，由雜到簡，但係咁簡單已經足以可以令你口腔感受到無比嘅震撼。
香氣其後發展到玲瓏通透，混雜咗芒果乾、金桔皮同埋檸檬花。如果你有機會飲到呢一款酒，我覺得溫度處理要低啲，因為低溫可以 refinement 咗 Sauvignon 原始嘅粗獷感，將佢修飾到非常精緻，留喺口中嘅餘韻既直白又深遠。老實講，就算我試過嗰啲所謂頂級過萬蚊嘅 Burgundy 酒款，都唔能夠跟到呢一支酒嘅腳步。可能大家聽完呢4支神級酒款嘅真實評價，大家都可能好想上網揾下資料。但我發覺好多人都唔知嘅係 Domaine de Mirail 根本從來冇做任何官方網站，你網上揾到好靚嗰個 website，全部都係外國嗰班中粉自發幫佢整嘅 fan page 嚟㗎。莊主鏡健二郎完全承襲咗日本職人最極致嘅低調哲學，低調到連我做呢條片嘅時候揾資料都比較複雜，連網站都冇啊，莫講話喺 Facebook、IG、Thread 完全揾唔到鏡健二郎嘅蹤影。佢酒莊全年只係釀造大概1萬支酒，最誇張嘅係有接近80% 嘅產量直接運返日本內銷，留俾全世界其他地方嘅只有20%，價格自然會被瘋狂推高。你冇返1萬幾千都真係買唔到佢嘅酒。我睇咗一啲關於鏡健二郎嘅訪問，有記者問佢未來嘅目標究竟係咩？佢好簡單咁答咗一句：我想尋找平衡，一種葡萄藤、葡萄酒同土地之間嘅平衡。感覺上世界絕大多數嘅名莊正喺度不停拼命咁起摩天大廈去鬥高鬥宏偉，炫耀自己嘅工藝有幾咁犀利。而今集嘅主角鏡健二郎淡淡然叫你抬頭望一下，簡單問你一句：你覺得個天有幾高？呢一個就係 Domaine de Mirail 藍天白雲嘅終極迷人之處。你又有冇機會試過呢一個神話呢？歡迎留言喺下面同我交流一下。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掃一掃個 QR code，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我哋係 Why So Funny，記得訂閱、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下次見，拜拜。